或者国内大家讨论甲正热的新版的财委法，即马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唔附属，也若总统赖清德也唔公布。所以立法院呢是找这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，甲行政院的秘书长张顺涵来备询。结果潘bình安伊本人无到位，那边也专靠这人数的优势来通过2项临时的提案。毋但是谴责这潘bình安，而且嘛邀请监察院来弹劾杜英泰。 当顶财政在抗议赖政府的绑架，批评总统赖清德违宪乱政。对立法院三读通过财委法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决定歪附属，赖总统歪公布，引起南北不满。立法院司法加法制委员会则被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、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等人列席备询，不过潘bình安人无来。调委王晓玲严厉谴责，讲潘bình安渎职藐视国会，伤害国会民主，那么藐视国会。那么本席在这边对于这样的行为予以严正的这个谴责。 民进党指控赖政府从宪政恶例吞踏国会立法权，做会提出2项临时提案，包括谴责潘bình安，也个顾名邀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。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宪法给总统、给行政院长如此大的权力，大到践踏国会的立法权，大到自己扮演大法官的角色？ 所谓的独裁，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没收讨论，黑箱协商，然后呢，甚至包括放水表决。那边上面用人数优势通过临时提案，张顺涵反击讲，在野党封口杜英泰，歪可以来立法院报告，杜英泰才会决定歪附属。另外，国民党罗志强考试希特勒是赖总统的偶像，想要独裁。张顺涵要求伊爱解释。 2个人伫台顶得来得去。委员，请你更正，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的事，这里是国会殿堂，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，也是这种抹黑的臆测，就是事实。调解冲突未停，不过枪讲做落来会伫议会提出对赖总统弹劾案，依法总统到时将会列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